你有冇喺度苦惱緊點樣可以為幼兒尋找一套合適嘅早教工具呢？呢套凝聚近40年實證培育經驗嘅幼兒啟蒙套裝，可以滿足晒上面嘅願望。而家我哋一齊嚟開箱啦！幼兒認知指南採用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0至6歲兒童發展里程碑嘅體系框架，透過33種多元嘅方式，培養我哋幼兒嘅基礎認知能力。家長準備手冊結合咗模擬嘅練習、檢視清單、實用技巧，嚟到協助家長有效咁樣引導我哋幼兒鞏固呢個幼兒認知指南中所學所知。童趣大冒險嘅棋就係加深我哋親子嘅互動，令到我哋幼兒喺遊戲中可以快樂學習，寓教於樂。益智互動布書透過我哋觸覺嘅探索，促進我哋幼兒嘅認知發展。實用嘅啟蒙法寶，幼兒入學冇煩惱。我哋嘅幼兒啟蒙套裝已經喺澳門嘅各大書店以及公聯屬下嘅托兒所上咗架啦。親子互動，寓教於樂，希望我哋各位小朋友可以快樂咁樣成長啦！